榮獲香港最佳玄學顧問創業品牌，恭喜晒幸運探索研究所。好，首先咧喺度咧就好多謝咧就創業家培訓集團啦，就頒呢個最佳玄學創業顧問品牌嘅獎俾我。呢個咧係對我自己咧一個認同啦，同埋肯定啦。咁喺呢幾年啦，即係呢2年度啦嘅創業歷程入邊咧，其實我遇到一啲嘅困難同埋挑戰咧，都係對我咧嚟講係一個提醒翻我自己咧點解要走呢條路啦。咁其實我初心咧就係好想咧幫人咧喺迷茫嘅時候咧揾翻一個清晰嘅方向。咁亦都想證明咧，玄學咧就唔係啲咩神秘啊，或者係迷信嘅嘢，而係一個真係能夠提升人哋決策力啦、判斷力啦，同埋人生成長嘅一個智慧嘅工具。咁啊，一般人咧可能覺得咧八字啊或者風水啊奇門遁甲咧好似好深啊、好難明啊咁樣。咁啊，所以未來咧都喺創業家度學咗好多啦，係咪？咁啊，透過啲 AI 嘅科技啦，希望將呢一個知識咧係簡化得，令到人哋更加容易明白、容易上到手嘅學問。咁啊，加多啲嘅場景嘅應用，咁希望可以同更加多嘅創業人士啦，同埋一般嘅家庭咧都可以受惠，推動呢個文化嘅傳承同埋智慧嘅普及化。咁啊，頭先阿 Ben Sir 講嘅第2曲線咧，其實呢一個咧，如果有啲朋友識我咧，呢個都係我嘅第2曲線，因為我嘅主軸咧都係人力資源啦，咁所以都希望喺呢個第2曲線度咧可以發光發亮嘅。好多謝大家。